伫台湾，袂少人为出世到大汉，不管是读册、趁钱，也是要找对象，假使拄到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拢会希望求神明来斗相共。这几年经济不景气，所以讲大家咱讲求财啦。四个金土地公、东雕土地公，都是一个财神的化身。求财了，有的人来遮甲土地公遮呢，蒙一个金元宝啊！啊，这金元宝来讲，要哪甲蒙？就是讲你甲锁落去，将这个福气甲引来咱运输安尼啊，所以你甲锁三下啊，甲引来咱运输，互咱来甲得到这个财气。这殿呢是咱的文昌殿啊，考试的季节到现来讲呢，莘莘学子啊，就咱庙求文昌帝君呢，甲伊视为金榜题名，考试必第一。求好时你甲蒙这个文昌笔，你点管那甲锁落啦。手望文昌笔，考试必第一。相信只要诚心祈求，神明就会保庇咱事事顺利。不过，神通广大的神明，是安怎也个需要分工来应付信徒无同的需求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人讲吼，这家头三笑是有神明，咱定定伫咧烧香，就希望讲这神明甲咱斗保庇。不过咱讲知影讲哦，这福禄财主寿是世间最难求。真侪这信徒是希望讲吼，甲你求这添丁发财，希望求大家身体健康平安。不过每一个神明又拢有无共款的功能啊。今仔日咧，咱邀请的两位专家来到现场哦，要来甲咱介绍讲这神明拜拜的眉眉角角。头起先要来欢迎是对咱府城来的谢基峰老师，谢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谢奇峰哈。第二位，咱要来欢迎是做这北港进香的专家黄伟强，黄老师你好，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要先来请教谢老师啊，因为你对台南来嘛，是啊，我知影讲吼，迄台南的庙会当讲够多啦。我吼认为讲吼，迄台南伊迄庙吼有委款你未前出世就有头拜拜庙，到你人悬汉大娶某生囝做事业，吼认真拍拼，到最后百岁年头，甚至是长去了后，拢有无共款的庙，无共款的神明伫甲咱斗相共。为什么有这款文化出现啊？因为应该是讲啊，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当结婚未生囝之前咱想要有一个囡仔。所以讲咱会找主新娘娘啊。有生了是要安怎？咱个惊怀孕。古早时代迄个会有产难的发生嘛。无像咱即马科学遮进步啊，所以讲咱会拜啉水夫人啊，陈靖姑娘伊是保护咱产难吼，会当平安，三奶夫人会当平安的嘛。当你囡仔出世了，要安怎？哇，出世也歹药饲啊，歹药饲爱找保姐啊，也是七千娘娘亲娘妈，也是讲拜太子爷啊，伊这个囡仔成长的过程会当平安顺遂嘛。你平安顺遂了，哇，要读册啊，读册要安怎？咱求文昌帝君啊！希望我这个囡仔会当好好读册。是读册了的时阵以后要做兵。做兵的时候嘛，做兵有战争的恐惧症嘛。有像做兵演习啦，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要安怎？所以你买有人会拜王爷。拜王爷。保庇互咱大家当平安。退伍了咧，退伍了有可能爱娶某啊。娶某要安怎？咱就来拜月老老人啊。请月老人甲咱牵一个红线，然后牵一个红线，牵了时阵结婚然后生囝嘛，要生囝，要生囝吼，然后生老病死的部分的话，拢有一个循环啊。每一个生命拢有伊的职责有无共款的所在。对，咱大家上界重要就是希望咱的功名啦，其实事业嘛算是功名的一部分吼，就是讲咱要英国人是要上京赴考3年一考，考期已到，讲爱拜这文昌帝君，帮像迄个学生囡仔吼，要考试进前迄个文昌宫啊是大吼，迄个准考证拢贴啊规塔啦。也讲到这个文昌，我知影讲有五文昌，老师甲咱介绍一下，打五个先五文昌啊。五文昌吼，五文昌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紫铜帝君啊，
啊，佮有迄个傅油帝君，就是吕洞宾、吕洞宾、吕顺阳，啊，佮有迄个温庭帝君，就是关老爷，关公，啊，佮有朱衣公，朱衣神，佮有开星爷。其实这5位拢是甲这读册人有关系啦吼。那老师敢知影讲哦，其实这5个啊，敢佫较有本讲你考试的时阵爱安怎排啊？你也像啊，伫台南的部分呢，阮拢会拜开星爷，就是阮赤坎楼，台南这赤坎楼有一个文昌阁、文昌阁，啊，文昌阁伊上顶面吼有一个魁星爷吼，啊，因为魁星剃斗嘛吼。独占鳌头，伊的神像的内底有一个特色，伊就是甲一个快青笔，吼，啊伊的脚踏龙头的对啊，吼，啊伊就是希望讲你当独占鳌头，吼，啊所以讲这个部分的话，颠倒拜快青爷的人嘛足侪。我当然发生一件代志，以前伊拢是摕一个毛笔咯，吼，啊结果啊要考试要搞的时阵，这支毛笔拢会胖去，你知无？啊，尾啊袂放过讲啊，无甲一个方式来，你若来拜拜人吼，我有做2B 的铅笔，因为咱即摆拢电脑阅卷啦嘛吼，啊，咱2B 的铅笔个互伊安尼，啊，大家拢有啊，以后这个笔个无胖伊的问题啊。哦，原来是安尼。是。魁星爷，因为其实我知影讲有真侪所在，伊嘛有迄款小字亭，就是咱英国写迄字有无？是迄纸啊，所以迄小字亭顶头嘛，其实嘛有采时阵魁星爷。是。其实老师，咱今仔日啦有看到这个房啊，这顶头这是西社还是西社？西社啊，阮伫遮拢讲西社吼。其实以前古早个伫府城内底吼，有足侪西社，就是有5个社个对啊。东西南北中，哦，伫寺庙内底拢有。啊，这个伊古早拢有人咧做诗嘛，哦，啊就是伫啊。但是因为即摆做诗的这个西社慢慢没落去啊，哦，啊尾也就无伊啊。所以讲伊内底即摆就改拜吴文昌帝君。所以伊一开始嘛是算是一个读册人因聚集的所在。读册人伫遐聚集哦，啊，淡薄哦互相学习啦吼，啊免啊做诗哦，啊因为清朝时就是拢是安尼嘛，爱用吟诗作对嘛，哦啊但是即马佫无啊吼，即马是已经拢无同款啊，系啊，啊所以伊变转换迄个功能啊，变啊。你要来求考试啊，咱家来求文昌帝君安尼。是。老师，咱拄则有讲到吼，这个文昌5祖哦，就是一个就是文昌帝君啊，关圣帝君、卢神祖嘛，啊，佫一个是魁星爷，佫一个叫做是朱衣星君。老师，咱解说伊的由来无？朱衣星君是传说中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伊咧考试的时阵吼，伊拢会看到一个迄个穿红衫的一个白喙手的老伙仔，啊，就去迄个。伫迄个考试场内底，伫遐看学生咧考试，伊若看到伊行到迄个学生，啊，看伊的文章安尼甲点头，哦，即个学生基本上拢会得证书吼，拢会高着，这都是赞的意思。所以伊就讲吼，就是大人会希望讲，伊的文章会使互迄个注意讲吼，会使形象，互伊点点头，就代表讲我会使考试会使得顶。其实啊，阮拢会讲到吼。天下文章无凭借啦，唯有朱衣暗点头啦。哦，就是咱魏长兄伊所讲的这个故事就对啦。有当时啊，就是讲你讲啊，你文章写啊愈啊好，但是嘛爱朱衣星君吼，看了有介意啊。对。吼，啊，所以讲我拢讲一个笑话啦，足好笑的讲，啊，你今仔后要考试见上做梦，看一个圣诞老公公穿红衫的人来，哦，甲你讲足好哦，安尼你个是金榜题名啊！因为老师，咱就是讲考试时，我拄则讲过吼，迄个大家咧传迄个准考证，也用去拜拜以外，我上较接看就是有人拜葱啊，哦蒜头，啊包啊，肉粽，这个葱吼叫做聪明啦，蒜头叫做高升，啊，安尼要包粽，包啊肉粽吼，老师啊，有人听讲吼，袂当拜鸭卵，讲听讲会可灵魂啊。这吼拜拜这贡品啊，伊这挖音吼，老师这边来解说咧。其实这种挖音的物件是民间内底吼，会传说啦吼。啊有当时咱就是选择相信嘛。哦啊，咱若惊考鸭卵哦，惊讲久哦，咱就莫拜龟拜鸭卵嘛。吼是哦。啊，但是民间嘛是相信讲啊，咱拜物件是对咱有利的嘛。哦，像咱若拜文昌帝君的时阵，有可能就像咱这安尼。哦对哦啊，招你来哦高升吼是哦啊，就是讲啊。
金蕉嘛，蕉哦，李子嘛，李啊嘿，旺来嘛，吼，嘿，果就是果中嘛，果中这个果啊嘛，生就是土豆吼，土豆仁吼，生个对，生，迄个字个对啊，招你来高升，所以讲这个嘛是希望讲咱除了文昌帝君，除了你当要考进前，但是你今仔有公务人员，也是讲你想。升顶，你想要搁愈好的部分的话，所以讲爱拜文昌帝君就是安尼啊。我遮搁这张图片，伊这下骹写考升金榜题名哦，这红字，这有遮侪尊，这敢全部拢是文昌帝君？哦，毋是，这是关圣皇庙的内底主考官内底个对啊。一般咱就是讲你也要金榜题名的内底部分呢，其实伊嘛分。学政师甲考公师啊，学政就是讲你今仔就是你要考试要调学政嘛，后面学生嘛吼，考公就是讲你是公务人员，还是私人企业，你有可能是危机站升起来干部啊，所以讲伊内底是有分的，所以讲各个每一个的主考官的职等是无共款的，职等嘛无共款啊呢，是。老师，我有一个就是较急的想法，就是讲是不是伫咱民间信仰内面，只有业笔的新名，拢才有可能拢去解救公平。基本上是安尼嘛。基本上。像阮婚林这边就是安尼啊，就是迄个下轮福安宫咧拜迄个丁福八千岁。伊本身伊就是举一支笔啊，一本册安尼。是。所以嘛，少侪人去甲救公平。是。对。不过吼，这嘛是爱特别注意啦，牙笔提谱啊吼，还佫一个是祝神牛呢。对，你拜唔对，唔通去拜唔对吼，对吼。是。也讲到这个公平这部分啊，咱拢知影讲吼，公平真重要。另外一项代志，就是钱也真重要吼。这钱唔是万能，不过无钱是万万不能。咱小休困一下，后一阶段要来甲咱观众朋友讲，安怎拜，安怎求财，你才会大发财。咱常常伫咧拜拜的时阵哦，希望神明甲咱斗保庇，互咱做代志会当达到趁钱的好时机，做任何代志投资会当一本万利。不过讲到是趁钱之后，真侪咩咩角角，伫咱的民间信仰当中吼，这拜财神爷咧，要安怎求财，啊，佫无共款的咩咩角角哦。咱来请教谢老师啊，这财神爷吼，有人讲文财神、武财神，有人讲土地公这是财神，这财神是变哪区别啦？那古早是讲有土是有财嘛，所以讲阮拢是以拜土地公为主，还是因为伫土地公内底，伊就是讲伊有招财进宝的迄个造型，比如讲包括像咱的形象好啊啦。土地公一般拢是官位的造型嘛，咱嘛希望咱做官位嘛，官位佫是有钱嘛，对无？但是伊这有啥物无共所在？讲你看土地公伊的造型拢固定，手伊会安尼活入来，招钱来，招钱来，然后进宝，你看伊这个手伊是安尼活入来，当然嘛，所谓武财神嘛，咱即马武财神个现大元帅嘛，着公明嘛，因为咱知影。对公明的，伊的职能足济啦。对。当开始伊是一个民神而已啊。对。然后尾仔佫变瘟神。伊嘛是瘟神嘛。尾仔佫一直转变变36官将内底的天神。天神了尾仔甲佫变做武财神。伫《封神演义》内底有受封嘛。正义金龙如意现代元帅所谓咱即马有讲文财神，讲比干嘛，范蠡嘛，但是迄个有区分啊，为什么要分文武？有可能是讲你的行业是属于公务人员，你有公务人员的部分的话，伊个无什么特殊的一个求升迁而已，表现好会当互赏识嘛，好人缘有贵人缘嘛，但武财神就不一样，为什么分武？就是讲有遐积极的，我咧做保险，我是咧卖厝的，武器的啦，我武器的，我有甲人竞争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武财神感觉好力，较强势的，当甲我斗相共安尼，系啊。
伫咧北港有一间武德宫，哦，这财神庙安尼规个兴起来，真侪人拢去遐拜拜吼。也自你来看这个北港，伊这武德宫，伊嘛是拜这现代元帅嘛，对不？啊，老师你来看这个本港地区，除了有这个武财神以外，伫咧小隔壁新港嘛有一个好爷宫，这是毋是人赶快会当求财？嘿，这种会使求财哦，因为好爷有一个迄个谐音吼，就是好爷意思。啊，我认为讲哦，可能好爷伊就是迄个色吼是金金黄黄的，所以大人嘛直接联想到就是参钱有关系，会使进财。吼，所以好爷就变做会使招财的一个神。抑个有即个关圣帝君啦，吼五文章内面其中一个关圣帝君，也真侪人就是甲伊当做是求财神明，这是为什么啊？武财神嘛有一种讲法啦，吼，因为咱一般咱来看关公的造型，伊是举关刀嘛，吼，伊关刀是伊会举即个造型嘛，合武嘛，摕关刀出来啊，吼，啊，然后有开坡，哦，比如讲伊除了财神以外，伊嘛是商业的神明嘛。你看官邸啊，拢有一个坡啊，伫遮，伊会安尼站嘛，吼，啊，所以讲伫商业内底时，因为伊有多重神格。伊除了是武圣了，因为伊嘛商业的神明，啊，像伫武财神嘛足侪人咧拜关公，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啊，咱这求财啊，吼，真侪庙拢讲啊，我要办一个法会，保财运、保财库、求钱宝。啊，咱台湾有搭几个这庙宇啊，有一款的这风俗，甚至讲啊，我知影讲有个所在吼，会去请迄个发财金鸡。发财金鸡就是我上有印象的，就是迄个竹山的指南宫啊。我细汉的时阵，就定定迄个阮厝的人拢会过年时啊，土地公要生日的时阵，拢会烧招来去迄边拜拜。啊，就会去迄边借发财金，借一寡钱。吼，伊是迄个钱是足少的啦，吼，100-200块啊，尔。吼，啊，但是迄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讲要做钱宝，要求一个平安。啊，即马开始有小可转型，就是讲。已经毋是只借钱，伊可能是借一个会使做迄种会使保存的一个吉祥物，用纪念的金币。哦，即马新的发财金是安尼，迄个一定刻出的。啊，有个较直接的，就是去甲迄个土地公去求一只金鸡母，就爱厝的刻安尼。嘿，就是金鸡母嘛。有即个鸡母，它就生两才有拖生仔囝嘛，就亲像这钱母要拖这钱仔囝。老师，我甲你请教，啊，这求这发财金通常拢是安怎求？啊，伊个意涵是啥物？其实一般你啊，咱去指南宫时，你也跋杯啦，吼，啊，有人干杯，你有一杯就会使啊。其实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啦。哦，你个刚开始无杯，啊，咱个慢慢甲讲，哦，无杯嘛会跋到有杯啦。其实即马求财神呢，好爷公嘛足济啊。哦，好爷公即马是无成嘛足夯的嘛。吼，啊，拜好爷的好爷嘛。吼，啊，所以讲伊受到这包括有金好爷会啊，吼，金好爷真好爷，吼。这是谐音的问题嘛，吼啊，所以讲，其实即马大家要求财方法，包括即马上像的就是招财法会嘛，吼，咱个想讲啊，即马要招财部分，阮台南办法会拢3-5千个参加呢，吼是哦，这是目前大家需求上大的所在啦，是。老师就是讲，甲土地公借钱，还是讲神明借这发财金吼？啊，比如讲，甲伊借600啦、200，毋管偌济钱，就是讲，其实算是神明甲咱斗助啊，就是讲，当然，神明入股我的事业吼，等于讲神明嘛是股东的一部分啦。听讲这个甲神明有借钱啊，一定爱还钱，啊还听讲，我爱还搁较济哦。哦，是啊，是不是啊？当然啦，咱一般借就是有借有还嘛，你爱生利息啊。你借600块，你也无肯还700块，你咪还1000块。啊，为了趁偌济，我听讲嘛人还几万块有啊。哦，是哦，这种物件嘛做歹讲，看你的生意。哦。伫咱的民间信仰内面吼，对神明来的钱的方式有足侪种。除了咱拄则讲，就是求这发财金、求这钱宝。另外，佫有一款就是办这歌戏、水八仙吼、夜仙酒、破仙酒，啊，佫等钱。啊，另外呢，就是出过时啊普渡时阵吼，道长啊，或者是讲吼，这个法师伊伫顶头吼。刚经说法的时阵吼，放盐口买夜米、夜糕啊包，啊个夜钱，吼，啊这钱宝啦、仙钱啦，个这个普渡时阵咱扣的迄个钱，啊这钱拢是钱，啊变哪运用啊？这钱吼，其实一般来讲无特别咧讲要安怎使用，吼啊。其
基本上足侪人会认为讲，因为伊捡到迄算钱宝，所以为着要搁互伊生钱，所以你基本上会甲捡起来卖开。吼，还是甲徛伫一个迄个有财运的迄个位安尼，旺位安尼，所以其实迄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讲法。应该是讲我你也像我遮嘛有人甲我教过讲你也借到这个钱，你也放伫你厝人的财位啦。你甲放落因为款这钱这少嘛，如果说你100块尔，你个放伫你的旺位遮。如果说你也足侪钱，当然你嘛当。欠入你的存折内底啊，欠入你存折内底就是甲你做生意，甲人做伙啊。因为重点是有透过神明的加持法力了的时阵，法力了的时阵，所以讲咱咧做生意会较顺啊。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好爷公吼，有人讲这个金好爷真好嫁。拜这好爷公，希望讲会当甲你斗相共，互你呢大趁钱。毋过吼，咧升官发财了后，其实你敢知影讲，其实好爷公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顾囡仔的功能吼。咱确定来讲到这囡仔，就要讲到这个囡仔传宗接代这个故事。除了咱咧想要生囝拜这祖先娘娘以外，也有其他的神明会当甲咱斗保庇咧。咱小休困一下，确定继续来讲。若想要生囝，除了靠现代的医疗技术，真侪人也会求神明。伫宜兰有一个市场内，就有一间香火真旺的庙，主神拜的就是祖先娘娘。咱庙遮若来祈求囡仔吼，拢有一寡禁忌，大家拢是爱抱着正虔诚的心，希望因吼若来拜拜，尽量莫穿乌的，因为因想要求喜。喜，咱就爱穿较水一个。可能真侪人唔知影讲，祖先娘娘边啊，佫有一个二娘妈，佫一个三娘妈。二娘妈伊顾的就是咱妇女人保胎，所以讲阮拢称呼伊是保胎二娘妈。佫一个是护胎三娘妈，伊就是保护咱这个囡仔体会当安尼顺利出世安尼。这几年来吼，娘娘可能求囡仔部分吼伤无用。所以讲，娘妈感觉讲，爱请一个外劳来斗相共，这个姻缘的部分，无照讲，若要以前来讲，姻缘的部分拢是娘妈伫牵的。再讲，好，无咱庙就爱开工一尊，外劳公公，互人专门来求姻缘的。来遮毋来当求主，若也无交往的对象，嘛有外劳会当来牵红线。想要求神明斗相共。也阁有啥物爱注意的眉眉角角的？有真侪人认为讲一个家庭啊，除了有爸爸妈妈以外呢，爱有一个囡仔，这家庭才会当是圆满。也讲到这个神明啊，有啦多甲你斗相共，互你生一个囡仔，不管是生查甫生查某，其实真侪人拢会去求神明，甲伊拜拜哦。除了这祖先娘妈以外，也有其他的神明会当甲咱斗相共无？应该是讲祖先的这个部分的话，咱有分南方甲北方啦吼。南方比如咱闽南地区的部分，咱个祖先娘妈吼，是属于较普遍的嘛。伫北方的时阵，就是咱的张先大帝吼。张先大帝。张先大帝，因为张先大帝的造型，伊甲人较无共吼，伊会摕一个弹弓啦，然后会摕一个弹珠迄个所在，蛋跟生蛋生卵会饮是共饮的个对啊。所以讲个北方个有这个风俗就是拜张先大帝。是。对，因为我嘛知影讲有一个戏出的戏文叫做张先上柱啦，所以代表讲就是讲张先这个神明也是会当上柱落去到凡间，互咱生一个麒麟子，生一个麒麟子。也讲到这个张先大帝，咱今仔有看到就是这个相片，伊是摕着弓箭，摕一个迄个竹啊吼，有人就是将伊来当做是会当甲你上柱的一个神明。也另外讲到这个上柱啊，咱常常听讲上柱观音是观音菩萨足无用的呢。那么要甲你斗相共嘿，怎么要甲你送囡仔？有啥物佫有这上柱观音啊？其实应该是讲观音妈一般几乎拢有做上柱的造型。因为这就是咱农业时代上基本的要求啦。因为你要有囡仔，
好办法有工课有工作能力嘛。吼啊，因为古早时大家拢生足济个啊。吼啊，你有需要有经济力的部分的，所以讲尤其观世音菩萨的造型内底有上主的部分，这是有够济。除了就是这个观音佛祖吼，又抱这囡仔的造型。其他民间上济抱囡仔的造型是宝架。宝架是宝架，老师今仔日嘛有炸一个。是，我今仔嘛有炸一个宝架来。头前抱一个，后壁嘛搁一个。后壁搁挨一个。是，对。就是古早时代的灵母造型啊。哦对，哦你其实咱来看这身宝架部分，头前有嘛，后壁吼嘛有嘛。哦啊，这种造型的部分咧，就是伫阮的。临水福林庙内底有36宝架，哦啊36宝架伊就是啊，讲宝架就是咱即马的保姆的造型，就是讲啊，其实我嘛有一个足实际的案例啦。就是我一个朋友，其实伊本身无宗教信仰，哦啊，但是问题囡仔出世起来就足歹摇饲啊。啊，尾仔人我讲，啊你也无去拜客一个，吼，伊无宗教信仰哦，但是听人讲，因为咱若骗囡仔骗无的时阵，哦，人个足。足恶煞，唔知要如何是好啊！啊，囡仔黑白好啊，唔知要安怎。结果伊真正听伊朋友的建议的话，真正去临水福林庙拜迄个宝架，拜客伊做客母。真正足神奇的吼！拜了时阵，囡仔就变顺啊。要讲到这个宝架的造型哦，其实我捌看过，就是这当然这宝架是算是较笑面的哦。这较笑面的啊。对，啊嘛有迄款足歹。有啊，嘛足歹啊！啊，有一种讲法是讲啊，一半是。一个白脸的，啊一半是扮黑脸的，会扮因囡仔有诶袂乖啊，你家人爱拍嘛爱甲拍啊，系啊，就是嘛爱锤嘛爱磨啊。是。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除了这个宝架以外，祝生娘嘛，听讲要生查甫查某，甲回公回婆有关系。啊，这回公回婆是啥？回公回婆哦，就是其实人拢认为讲伊迄个。算是参与元神宫有关系，啊，一个人伊的迄个生命中有偌侪，会生偌侪查甫查某，就是看迄个花馆顶有开白花、红花，啊，回公回婆就是咧照顾迄个花的神明。就是咱的民间信仰是想象讲，其实咱有一丛树啊，这树啊顶头有开白花、红花，啊，若是白花就是查甫的，啊，若红花就是查囡仔。哦，原来是。啊，尼如果讲我今仔日我较介意查囡仔，我会当甲白花换做红花无啊？有一种法术可以啊，有一种法术可以，就是伫临水宫内底吼，有人做这个可以啦。但是因为以前吼，大拢重男轻女嘛，吼啊，所以讲伊就希望会白花较济，哦啊红花较少。但是因为即马时代已经无共啊，因为少子化嘛，吼啊，所以讲阿准生一个个袂歹啊。因为是民间信仰伫发现伫元神宫内底，咱查甫做酋长，查某做会长啊，会长个听个是咱女性的主宫共款。啊，所以讲你刚开始袂调态时要安怎？咱来调养身体。所以讲一般拢会去互中医看，调养身体好。但相对伊伫伊的元神宫内底的时阵，免啊调养身体，就是讲惊有病虫害嘛。所以讲。伫这个花园内底有园丁，就是一个花公，一个花婆，啊，然后伊边啊嘛竹筒哦，可是有一个摕一个铁耙迄种啊，啊有一个摕一个水桶，啊伊就是爱帮你照顾，伊爱逐工帮你白土送粒内底时阵爱帮你压水，啊我好的时阵你主公爱好起来，啊像女性咧讲调养的时阵，有当时啊迄时阵。就是拢爱看中医，调养身体，调养好，袂使食冰水的物件。哦，这是中医的讲法啦吼。啊，所以讲，咱若去临水福林庙内底，伊个花公花婆，佮有另外一个神龛伫迄个所在。哦，原来是安尼，就是这花公花婆，就是甲咱所看到迄个花其实是无共，其实是照顾咱所认的元神宫这个花啦。因为老师对啊讲到这个临水宫，我是捌听讲就是。南部三奶发牌，三奶牌有一个栽花换斗的一个仪式吼，啊，甚至讲民间啊，讲吼叫这个新妇吼已经生几个查囡仔，啊叫伊吼这大家就讲吼，你买一个地图去拜拜，叫讲要甲伊换度啦，希望讲会当吼，互伊生一个查甫囡仔转来，啊，无就是摕。迄个红花去拜拜，啊，甲换白花倒来插。其实民间其实真济，想要生囝，会当是讲吼无所不及的用这个方法啦。是啊。讲到这囡仔啦，阵已经出世了后啊，
有啥物款的新名会当甲咱斗照顾咧？阮台南有一个做万福庵，伊内底个拜齐天大圣，就是讲咱拜咱的大圣爷。伊就是因为伊有机身咧救世。然后就是讲你钓到的囡仔，人讲钓到的囡仔就是安尼散散然后拢无乖性格做歹也是安那，伊个迄个大圣爷教王教囡仔，所以讲这但是你讲。科学个社会无共款，但是嘛，足侪人咧去有当时囡仔拄着歹药吃的部分的其实家长拢足困扰如果说你有一个宗教信仰，心灵有一个慰藉的话，有效所以讲我伫遐咧观察，已经一段时间去看人嘛拢足固定是讲到这个顾囡仔，个另外一尊是好爷公是吗？好爷公嘛是顾囡仔的神明，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好爷公伊拢坐伫桌仔骹，大部分拢坐伫桌仔骹。若是囡仔缀大人去拜拜时阵迄个坐伫桌仔顶的神明伊拢看袂到，头一眼看到就是好爷公，好爷公个高水所以对囡仔来讲有亲切感。人咧认为讲好爷嘛会顾囡仔。所有种好爷顾囡仔迄个讲法安尼。对，原来啊，等介是好朋友啦上亲近的，上亲近的好朋友啦。讲到老师你都讲到讲这歹药吃啦，老师你都讲到拜客，亲像真侪人讲神明做囝，是讲啥物款的神明袂当互伊做囝。是我若是比讲像我啦。我若是要互神明做囝，我要找天公我要做一个天公囝，安尼敢会使咧？一般台南的风俗是无人去拜天公的啦，你比天公比殿下嘛，因为台南是有四殿下，所以讲天公伊是有后生，所以讲一般拜客是拜客四殿下，无你个改变大啊，所以讲这嘛是一个足趣味的问题，但是一般有当时拢会。定人看到是拜女性的神明嘛，足济啦，因为女性有妈妈的角色嘛，甲咱讲妈祖婆，就是有妈妈的角色嘛，夫人妈，是讲迄个亲娘妈，迄个妈甲妈妈的迄音是足共款，就是咱的长辈嘛，像靠着伊的神力来甲咱斗相共，来帮咱加持，互咱囡仔较乖的，所以讲我只。较接看到就是有啦，北港应该嘛无共啊。其实对阮来讲，就是要拜神明做客囝无讲限定是倒一个神明，基本上就是庄头的神。你较信仰的是倒一个神明，就会做客囝。比如讲我的我的堂弟伊就是细汉嘛是小看歹药吃，就去阮庄头的三公庙去求三公收伊做客囝，就跋杯，就跋到是利用要收伊做客囝，所以就是像北港遐足侪人，伊就是求妈祖婆是观音佛祖做客囝，足侪拢有，无一定讲啥物袂使，啥物会使安尼，其实还好。阮英哥遐，阮的大敬主就是三界清水祖师公，所以阮是互伊做。客孙，祖师公嘛，是阿公会，所以阮互因做客孙啦。所以阮逐年伊迄个得道时，阮爱登去换岗。是，爱登去换岗。你嘛有拢换岗？对，阮拢有登去换岗。是。搁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恁台南开良宫这七娘妈，真侪人足拜，就是足兴的大家拢信伊，就是食这囡仔的守护神啊。这个拜这七娘妈，伊敢有啥物款听说，比如讲我爱去认伊做客户，还是讲自出事了，你就是算是七娘妈管的，到16岁为止。应该是台南的风俗是安尼啦，就是讲礼服足济嘛，伊有家己想要拜客神明，如果你也是甲七娘妈有缘的部分，你甲去遐拜客，你也有一个客书嘛，甚至有的客书个有骹印手印拢长一式2份呐，意思一份是爱化掉嘛，一份是家己留嘛，咱讲满16岁时，我已经成年的时阵，咱叫一个香火则更悬嘛，就是讲求一个香火，伫这所在，因为古早嘛拢用铜钱呐，有的就是用香火，即摆咱做普遍就是用香火，阮讲更悬，但你若满16岁时，你要脱悬啦，就是讲你爱感谢伊，所以讲台南有做这个16岁风俗，就是时间到的时阵，咱来感谢七娘妈，甲咱斗相共，所以讲咱会烧一个七娘妈亭，
还愿行义就对啊，吼啊，咱来款足侪物件来甲下温，我想这个风俗是伫台南，佮保持了足好。其实做16岁，鹿港嘛有啦，北部嘛是有，只是台南佮保持了有够好的，吼是安尼。啊，老师为什么是16岁啊？16岁就是16岁嘅成年啊，哦，以前咱做16岁嘅成丁嘛，就是你爱6岁啊。哦，重点是就是你爱6岁啊，吼啊，政府就是你有你的家己的义务。但係做16岁其實是甲阮5条港吼，早期有码头工人的關係，就是講啊，你也未滿16歲是囡仔工，後邊我本來是工資一工2000囡仔存500，但是問題16歲已經甲大人共款啊，哦，已經甲大人共款啊，所以講我愛利用做16歲時陣請工頭，甲咱的厝邊。隔壁講我囡仔已經成年啊，以後袂使佫袂使一半錢予我，我愛領全薪啊，哦，是這個原因啊。哦，因為迄個做16歲就是查甫是出招無強，查某是出保價，啊，就是希望講其實嘛代表講這查囡仔16歲啊，其實會開始會當考慮會當。嫁翁生囡。哦，是啊。其實講到咱台灣的民間信仰啊，其實是真特別的。拄則咱拄話講到這事業順利啦，要求功名，要求財，還有這個娶某生囝這個部分。不過上界使人煩惱就是你身體健康的問題。恁敢知影講，這求神明哦，這神明也會當甲你看診，甚至開這藥籤哦。包含恁兜即馬厝裡攏有飼一寡動物，神明也會當甲你鬥保庇哦。咱小休困一下。卡丁啊，繼續來講。常常聽人哋咧講吼，這健康是一個人上界大的財富。也講到這身體健康吼，咱除了看醫生以外，咱當然咱心理上要有一寡慰藉，也咱希望講神明會當甲咱鬥相共。也講到要求這身體健康的神明，咱會當拜啥人咧？哦，一般咱要求。身體健康的神明，上看就是保生大帝嘛，哦，伊個是醫生嘛，吼，所以講這部分咧，台南的部分，你也想講台南有一間廟做頂大道啦，吼，個咱講的保生大帝大道工作，你要看啊，你的時陣，你也先甲拜了時陣，伊會摕，伊有一個方式啦，吼，伊會摕3支香，敢담這個所在，你愛先我讚美，吼，佮看中醫共款，先我讚美了時陣，哦，比如講啊。咱們15分鐘一刻過了時陣，你還當甲求藥籤，哦藥籤，然後看是毋是這個這個藥籤來摕起來，看是毋是這個藥籤有確定的時陣，你還去貼藥啊，哦因為進前內底咱個分內科、婦科。哦，嘛有眼科呢，哦，他也有眼科哦，哦，所以以前是其實嘛足趣味啦，只是講啊，即馬時代咧變化啦，吼，當然咱破病要先看醫生嘛，真正醫生看無好部分咧，咱求神明吼，甲咱鬥相共安尼。講到這藥籤吼，咱請教吳老師吼，因為你做北港研究啊，其實北港嘛藥籤嘛真濟人去求啊，你能簡單介紹這藥籤的文化無？藥籤就是較早醫學無講介發達的時陣啊。大家人就是敢若講，迄病人看無好吼，就是一個方法，就是看神明開藥籤來幫忙，吼，來透落去做伙食會較好無？咱嚟北港嘛藥籤，因為即馬足濟廟本來攏有藥籤，因為啥物藥師法迄種關係吼，為藥籤攏收起來，但是有個人也是會去求，所以即個文化也是夠有留的。藥籤就是像拄則老師講的啊。伊會分迄個，有會分男科、女科啊、小兒科啊，嘛有眼科，就是有足濟種科的。嘿，去甲媽祖婆求藥籤了，你就是去貼一張藥籤去附近的中藥房去掠藥啊。吼，中藥房吼，因為其實攏會知影講有足濟廟藥籤，因為攏傳一本足大本的譜啊。譜啊內底就是攏寫哦，這藥籤是愛掠啥物藥啊，要安怎轉安怎。有的是幾啊間廟的，所以有的時候你就是去中藥房，你會使一間藥看到足濟種藥籤。有的藥籤實際上伊個寫無藥方，無藥方。嘿，有的就是講你是可能是去得死着啥物啊，吼，你可能去犯着啥物錯啊，啥物有的會安尼寫，吼，有的甚至足殘忍的個寫講無醫。嘿，但是迄種無醫的意思嘛，毋是講就是代表講就是完全無望啊，就是講可能佫會加一句講，叫來求神，愛懺悔，即種的。
其实这文化其实真特别呢。其实应该是讲嘛，无一定以前的农业社会啦吼。你来想，阮台南一间西路店嘛吼，西路店拜公职尊王，公职尊王内底伊嘛有一个五太保，伊本身是伊的神子就是医生，所以讲伊古早嘛有签啊。哦。所以讲无一定绝对是保险的个，当然伊是上济嘛。但是就是讲有一个区域性然后伊有这个习惯，伊就是讲伊生命的职能就是医生。所以讲伊个会当开业。你像阮台南嘛有一间这个新春宫，迄个愈我趣味，你定伫遐看时，它有一个履历表。好，就是讲履历表来你来看的时阵，然后有啥物问题，伊会帮你做记录起来。然后你下次再来的时阵，伊会甲你回诊讲照顶一边的会开。你是像安尼但还是王爷庙呢？阮那是李府三尊王啊。所以讲这个医药性命吼，有当时当然是甚至是医生我觉得这个是无疑义啦，是无问题。但是嘛，王爷啦、妈祖婆啦，伊嘛拢有这个职能啦，是啊，系啊。因为我嘛知影讲吼，其实真济民间除了就是求这药签啦，若个有人个是会食香菇，有人食香菇吼，像有个人讲迄个内底的香爱沉香才会当，因为迄有人会求当伊食。因为我嘛甚至嘛听讲吼，迄个生命的底座去用下卡层一寡茶，当去做药引做药引。其实迄就是证明，就是讲，其实英国迄款医学无亲像咱即马遐发达啊。不过嘛是甲观众朋友讲吼，就是讲有问题，即马是送去病院，毋是送去妈祖庙啦吼，这是上介重要的啦吼。要讲到这个求生命要来考一下老师。是。这个求平安，我真出门要去拍拼，拜上保庇我平安。一般是拢会求你的经主啦，给你的文主。就是讲你本身你拜什么神明比如讲我拜公职尊王，保安公职尊王，我就拜圣王公。你拜妈祖的，伊个拜妈祖，就是讲看你是以倒一个为文主啦。是。我就希望讲我今仔日的灯会秀，我要做一个会当食到100外岁才的人，安尼要拜倒一个神明。其实一般来讲吼，要求灯会秀嘛是会以家己较信任的敬主神为主，但是你若是有特别的迄个要求主要参灯会秀的关系就是南极神王，又叫南极长生大帝，过来就是迄个北斗星君、南斗星君有无？因为道教讲北斗主死，南斗主生，所以就是会使甲因祈求你的岁数变长，嘿。就是其实就是甲这个神明祈求这个岁数其实当然也是英国人其实对家己未知的世界是不是会过往这个世界伊会未了解，所以伊会求神明甲伊照顾伊的身体，照顾身体以外嘛是希望讲我会当灯会寿会当坐子孙安尼，搁来请教老师但是处理要采神明，互我处理安尼平平安安，咱通常民间会拜啥款神明？要有处理的平安嘛吼。第一点就是我讲的，就是嘛回到你的基本，你是拜什么神明嘛？你神明要比如讲我拜公职尊王好，你有可能爱请道长啦，还是道士啦，还是翁头啦，来帮你安坐。所以讲这的部分的话，就是咱一般定看到，就是讲这个是以你的文主为主个对啦，嘛是共款是安尼。安尼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咱厝里定咱有拜一个观音妈叉我看达人因头拢有诶，为什么会这组合哈？观音妈叉的组合无？其实伊就是已经有代表一个人的迄个生活当中上主要的一寡需求啦。像观音妈嘛，因为基本上人感觉讲观音妈就是。伊有足侪化身的，伊会使求足侪愿望的伊会使伊嘛会送囝嘛，会使保庇你身体健康掠鱼伊嘛有提鱼拿的观音嘛，所以其实观音变做是讲是民间一个足普遍的神，所以观音伫悬顶。下骹就是妈祖婆嘛，妈祖婆嘛是台湾民间足信仰的神明。另外就是边仔有土地公参赵君公，迄个土地公就是代表求财，赵君公咧就是伊算是阮的迄个衣食父母因为伊是顾灶的，阮的性命其实一天3顿，拢是对灶煮食出来的，所以嘛代表是厝的迄个
算讲是一个生命迄个延续的一个观念。对。所以其实一个观音妈册啦，虽然是一白话，甲咱所有的需求吼，文武在神明拢甲伊包含在内面啦。搁再甲伊请教老师吼，迄个若准啊？我今日感觉讲，我人无爽快去看医生，医生检查讲你这毋是任何疾病，我做快胎胎100解拢无着种，这有可能是煞着。对，这边啊，其实民间内底吼，足侪非科学会当解说啦，莫名的发烧，有的寄生体人嘛会啊，伊的体质就是寄生体，就是讲啊，你看到爽呢，无说你看到，吼有看到喜的，伊的体质个，人讲8字合力的人，伊有这个情形，上面啦，一般你爱找人收惊，吼，一般你会找袂好收惊，还是会晓收惊的人，会法师帮你做收惊，因为这种 case 我定定拄着，定定拄着，人会甲我问讲啊，我惊着要安怎，伊会叫我介绍讲要去做一间宫庙啦，吼，去有量服务这个收惊无，还是祭改无，这个情形其实伫民间定定拄着，是啊。因为我引过去的时阵，我知影讲迄个天坛后壁有迄个道长有咧斗相共，这个开基皇宫边嘛有咧斗相共，这做这科技大部分是做啥？其实你也伫那科技部分，伊拢我看到了皇宫啦，伊看你是囡仔馆啦、车馆啦，吼，一般就是讲啊，你有犯到什么关系的部分的话，伊会帮你做这改啦。其实啊，伫民间内底吼。包括伫公司咱咧问神明的部分咧，其实重点伊拢会开符啦，就是靠着符的力量，给神明加持的力量了的时阵互你平安，重点互你心安。这种还是重点的所在啦。伊祭改的方式吼，比如讲较定看到，就是会去穿迄个需要祭改迄个人的衫，去当神明的囡仔，菜入庙内底安尼供奉。另外就是讲。上直接的方式就是请神明降价，比如讲降伫手机悬顶，台南嘛有迄种降伫大架悬顶，就是用迄个胶卷，还是用手机伫个身躯顶安尼迄个改的。我搁用想到一个较特别的，就是我伫迄个台南咸水的武庙啊，武庙伊的迄个祭改，我就看到讲，伊迄个庙公就是入去迄个关圣帝君的新房内底举一关刀出来，就伫迄个要祭改迄个人头顶安尼。挂衫的，头前后壁挂衫的，安尼算祭改。就代表讲迄支关刀就是新兵利器，甲你即个无好的物件，甲你拢甲伊去掉了。是。其实这是真特别的吼。这应该是讲祭改方式足济啦吼。咱讲就是讲透过一个神力的加持方式嘛，比如讲阮台南有大家，有手桥啊，然后讲做桥过汉，一般咱啊神明生日的当天啦，一般拢会请法师做一条桥嘛，过日汉有当你要先有一个本命，所谓本命就是讲12生肖，你是想啥物比如讲我想图，你要摕一个想图的本命伫遐，然后帮你改掉了时阵，你爱下一个。下一个从这个无好的帅气的话，互这个本命帮，这个草话是用本命话是用草人，从这个无好的物件帮你送出去。一般伊的祭改方式就是安尼啦。对，因为像阮迄个所在，阮英国有一个孙平庙，迄个过年时阵就是要互大家保运吼，希望今年就是好运来，旧年吼迄歹运去，所以有迄个互人互信徒去。坐定椅、困定床，还佫爬一个倒梯吼，为者1楼爬去2楼啊，刺激的，足刺激的吼，嘛算是一种无共款的解运啦吼。也过来请教老师吼，这台南嘛，一个所在一间庙足特别的，叫做东岳殿。听讲伊是专门伫咧处理咱人过往了后的代志。一般东岳殿伊拢会做一个拍声的动作啦。所谓拍声就是讲你人往生去啊，有当意外往生。唔是圆满等于啦，那讲寿终正寝就比较没关系嘛。当然是意外往生、车祸往生，还是讲破病往生去的时，所以讲伊有需要甲做拍声动作，就是来到往去声阴府的所在，请亡魂起来，互食药，服药，比如讲我是受伤的，我这手受伤等于往生去的，还是什么破病是有中药，互食药了时甲服药，就是用这药甲互身体圆满。这阮讲的这个是一个补缺啦，就是讲本来有危险嘛，人无好嘛，你甲用无好了，佫送伊个等于阴府，
所以讲伊个原本我身体拢好起来啊，所以讲等伊了时阵，伊个较开我，啊伊个是无开我时，伊还甲你托梦较知影讲啊，咱要来做这个因素安尼。哦，是。所以其实台南这嘛有一个拍摄，是。其实这个宗教仪式上界定啊，其实拢是做好。抑个在用世间的人，互因心里有一个安慰嘛，对。啊，今仔咱个这张相片啊，这是义宪将军，这是咪甲这个保庇咱遮的厝而且充分会当平安顺时是有关系啊？这是迄个北港义民庙的迄个义宪将军，吼，伊就是主要伊的特色，就是因为伊是拜迄个当初林爽文战争的时阵战死的迄寡迄个义民。吼，啊，内底参与做判的就是义宪将军。啊，若较早我咧听人讲是义宪将军，其实伊嘛会使顾囡仔。哦，囡仔。对，所以边仔有一个迄个婴儿幼童的迄个衣柜，你会使去甲伊求，啊，甲伊交换。啊，但是即马除了就是顾囡仔以外，因为义宪将军嘛有人狗仔走无去，猫仔走无去，走来求义宪将军帮伊找，啊，嘛有找着。所以即摆移民庙吼，伊就是搁开始因为这现代的迄个人对即寡毛小孩的迄个需求吼，就开始会使点动物的光明灯。即摆伫伊的迄个电边啊，就是有迄个宠物光明灯。哦，这特别的。有啊，台南嘛有啊，台南是有拜一个李龙星君杨戬的吼，杨戬边啊有一个坐骑嘛，昊天狗嘛，啊毛小孩嘛，吼所以讲大家嘛相信讲啊，伊只是有一个就是昊天狗伫迄个所在，所以讲有毛小孩有问题，会去拜，听讲嘛有效啊。所以讲伫安平有一个周良殿吼，伊内底伊就是拜杨戬啊，边有昊天狗，所以讲就是有这个效果出来啊。所以讲这嘛足趣味的啊。好。其实咱今仔日吼讲到遮尔多神明吼，会当讲自一出世进前，到咱人生过程当中求事业、拍拼求财，甚至到转去了后，神明会当甲咱斗相共。咱讲到遮尔多神明啊，有的人真侪人讲吼，恁遮人真正足迷信的，为啥自头拜到尾一直伫遐拜？但是我认为讲，这有无共款的文化意涵。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个代志？其实应该民间信仰内底啦，吼咱重点是求心安呐，因为宗教是叫你向善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啦。重点伊就是要你安心，你若心嘛安的时，你每一个事业、每一个关卡的话，个拢会无问题，是。宗教的信仰吼，参人拢有关系，所以其实伊会直接反映到就是人伊对现实的迄种需求。比如讲，阮拄则讲到吼，以前阮拢是求囡仔的平安大汉，但是阮即马有个人无爱生囝嘛吼，伊感觉伊甘愿就是要饲毛小孩吼，所以宠物的部分就变啊最重要的吼，嘛有专门咧为宠物办丧事的啊，吼，所以宠物的光明灯这嘛是一个足合理、足正常的一个现象，吼，主要就是信仰是反映着人伊的迄个生活中的各种的迄个需求啦。嘿，其实今仔日老师甲咱讲遐尼多吼，咱求神袂当迷信，上最主要是求一个心安。咱将这个神明啊，遵照因无共款的功能，来做区分，互无共款的族群，可当得到因的需求。也希望咱观众朋友呢，会当找找到甲你有缘的神明。今日非常感谢着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遮尔济，非常感谢。一神明拜拜是要求心安，你心目中的台湾款是虾米款呢？我是嘉豪，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非常多谢老师，感谢，谢谢。